同學們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處理嘅係2016年 DSE Paper 1卷1閱讀嘅第一題。咁呢一條呢，就係關於紅心番薯嘅分段。咁首先我哋審個題先。佢話呢，第一篇呢，一共有21個段落。咁呢21個段落呢，可以分做4個部分。咁就叫我哋去分返每個部分嘅段落啦。然之後亦都概述返第3部分嘅內容大意。咁如果分數呢係2分嘅內容大意嘅分數，咁即係1+1啦應該。咁首先呢，我哋望一望個題目先。個題目呢有呢度有4個，我哋4個都要分。咁4個分嘅時候呢，首先我哋望一望右邊題目呢，俾咗第1、第2同第4部分嘅分段嘅內容大意我哋。所以其實呢，我哋做1、2同埋4呢係相對會輕鬆嘅。咁喺呢度呢，我建議大家呢就先做第1部分，然之後再做第4部分，跟住做第3，最尾到第4，就係做第3部分。點解咁樣分呢？因為呢，其實我哋要望一望第1部分呢，我哋只需要處理呢一個段落，而右邊又俾咗相應嘅提示我哋，所以變相呢係易啲處理㗎。咁第4部分都係佢俾咗呢一個，佢俾咗21段落，咁後邊我只需要理前邊，而前邊呢，我右邊呢度有提示，咁所以第1同埋第4部分嘅分段係易處理㗎。相反呢，第2、3部分呢，始終佢兩個都空格，好依賴呢我哋前邊分得啱唔啱。咁我哋先睇一睇第1至第幾段先啦。第1部分，記述父親從家鄉帶來番薯，描寫父親嘅心情。嗱，喺呢度呢，其實同學們要注意呢，我哋有一個概念叫做上限句同埋下限句啊。咩叫上限同下限呢？即係話呢，我哋逗號為單位，前邊嗰句嘅意思呢，就應該係呢一段佢開始講嘅嘢。而呢一段即係後邊至第幾段嗰意思咧，就係下限，即係最底㗎啦。咁跟住往事都係啦，往事就係上限同下限咯，都係有上限同下限嘅概念咯。咁我哋望一望先。首先呢，就係呢一個記述父親從家鄉帶來番薯啦。咁呢度啦，好明顯啦，食咗2個番薯，父親放心離去啦，帶咗個袋俾我啦。咁食番薯應該係將個中間個經歷擺上去啫，做得到著。咁跟住描寫父親嘅心情，描寫父親嘅心情呢，大家呢其實呢會糾結係呢第3同第4段中間㗎。咁但係呢，喺呢度分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應該係將第3段呢就擺第1部分，第4段呢就擺第2部分。嗱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哋望一望第4段呢，一開始講父親對番薯嘅感情喎。咁其實係同呢一句係即係第2部分嘅呢一句係完全一模一樣。咁好難去，即係我望到呢一句，其實你好難話我呢一個應該係後邊嘅。第二就係呢，其實呢個這2年我才知道呢，係呼應緊嗰個那時啊，同埋呢個那時啊。所以呢，其實呢一個位呢，係即係下邊呢啲都係㗎。呢2個名詞嗰日幾杯酒啊，那天幾杯酒啊。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呢一個就應該係我哋所講嘅第4段嘅開頭，第4部分，即係第4段就係第2部分嘅開始啦。咁亦都係呢個往事所講嘅往啊嘛，那是又一次嗰個那是啦，然之後那時啦，跟住那天啦，呢啲咪就係往事咯，之前嘅事咯。所以其實第4部分第4段開始就係屬於個往事嗰個位㗎啦。咁跟住我哋睇下最尾啦。最尾呢就係花盆中嘅番薯啊！花盆中嘅番薯喺第幾段呢？有同學呢就望到呢第21段，咁第21段當然係花盆中嘅紅心番薯啦。咁但係我哋再之前睇，之前呢個就已經唔係咯喎，係咪？
塊房間嘅番薯好似唔同，但呢度就同花盆中嘅番薯做對比，做一個比較。咁跟住我再上邊，上面就好明顯啦。站喺陽台上邊，我看到父親去年給我嘅紅心番薯，我任意種在花盆中。跟住下邊呢一個位咧，先至係重點啊！就係佢花盆嘅綠葉咧，已經長到磨石子地上，尋找什麼？而小葉咧已經長出根鬚喎，萎縮而乾枯喎。我哋見到有萎縮而乾枯啊呢啲形容詞啦，跟住咧長到邊一度啊？有出根嘅觸鬚啊！呢一啲其實全部都係描寫嘅部分咯，即係仔細，即係比較細緻嘅描寫，所以就係19至21日啦。咁去翻18就完全唔關花盆事啦。咁我諗呢兩個位咧，大家都應該分到嘅。咁問題就係由第4段去到第18段咧，大家咧就應該點樣分咧？呢個先係重點，即係到底我哋點樣分到由第4段開始去到邊一度？去到第18段嘅邊一度，係啦，即係呢一個中間我點樣再拆兩個位咧？咁我哋望望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佢俾咗個內容大意我哋啊嘛。佢話描寫父親對番薯嘅感情。我哋見到呢一段入邊咧冇作，即係呢一個部分入邊冇作者份嘅，即係話個主角咧應該係父親對番薯。咁父親同番薯之間嘅來往喺邊度咧？我哋望一望。第5段係父親種番薯啦，第6段都係啦。第7段就係番薯同嗰個芋頭之間嘅關係啦，咁跟住就講故鄉啊、東北啊，跟住去到第11段啦，父親講佢嘅往事啦，個往事就喺南洋打仗，然之後食番薯啦，番薯嘅香味啦，咁都係番薯嘅感情啦。13段戰後翻到家鄉之後咧，種滿番薯，都係父親對番薯啦。第14段父親嘅憂患成一個神話，跟住15段嗱，去到15段咧，好明顯地呢個聚焦點已經喺我度㗎啦。所以無論點都好咧，15段都一定係第3部分嘅，佢一定唔係第2部分，因為15段嗰個我咧係反映咗個嗰個聚焦點由爸爸嚟到我嗰度。其實甚至你睇翻15、16、17段咧，都冇爸爸出現嘅，去18先有，都係得一句嘅啫。所以你會發現咧，15段開始就係新㗎啦。咁個問題就係14段應該係連上邊定連下邊？嗱，14段咧，如果你望咧，極少數經過戰爭，父親嘅憂患，槍聲時起時落，呢3行呢一段得2行半啫。但係呢2行半入邊每一行咧，佢呢個憂患啊、槍聲、戰爭都係回應緊咩啊？回應緊嗰個南洋嘅戰亂啊嘛，呢個位。所以咧，其實14咧應該係一個總結嚟嘅，某程度上係一個總結或者係一個少少嘅延伸，針對住爸爸嘅歲月。所以呢一度咧應該係4啦，去到14啦，跟住15至到18嘅。咁呢度補充少少啦，就係咧當年咧第4段咧，可能覺得咧佢係有承上啟下㗎，所以其實第一部分咧，你1至4或者5至14咧都係啱嘅。咁當我哋睇完咗1至14之後咧，即係分段之後，我哋就處理右邊啦。右邊就有內容大意，咁好多同學都應該知㗎啦，就係內容大意咧，我哋通常都要寫咧記敘乜嘢事，或者描寫乜嘢景物嘅特點咯，加特點咯。咁你當然可以人啦，咁就去抒發咧一啲嘅感受嘅。咁我諗呢一個大家都知。咁我就算要提大家啦。雖然咧我哋有啲既定嘅字啦，譬如記敘啊、描寫啊、抒發，但我哋後邊嘅呢一個即係嗰個事件啦、景物特點啦同埋感受咧，第一我哋唔可以照抄嘅，因為題目講明咧係要概述。第二咧就係當我哋寫嘅時候咧，我哋注意佢要具體嘅，佢唔可以係好冗長嘅，佢要具體嘅，佢唔可以好空泛。
譬如你唔可以寫話描寫咧番薯，跟住就抒發感受，咁就太闊啦。嗱，佢可以咁係啊，但我哋考試嘅時候咧，我哋要做翻一個完整準確嘅答案。咁呢一度啦，第三部分咧就由第15段咧去到第18段啦。咁我哋一齊睇啲15至18段啦。15段咧嗰個15、16、17、18段咧都係作者啦。咁但係我哋望到咧第15、16、17、18段咧，其實唔係好關作者嘅事件事㗎。作者只不過係去唔同地方去旅行啫，但佢冇描寫到，但佢冇寫到咧，佢去唔同地方旅行遇到啲咩事件啊，有啲咩嘅情節啊，有啲咩嘅轉折，佢冇喎。佢其實去唔同地方咧，佢都係睇番薯，所以嗰個重點應該係番薯本身。咁如果係番薯本身嘅話咧，咁我哋就應該係用描寫啦，即係佢應該就係嗱，我哋先抄翻描寫同埋抒發呢啲嘅字先啦。咁有啲同學就話啦：咦，老師點解會係抒發嘅？其實你望翻上邊啦，第一部分佢要寫嘅係心情，第二部分佢寫嘅係感情，第三部分佢寫嘅係感受。咁即係都係同感受啊、心理嘅感覺有關啦。咁即係內在嘅一啲精神上邊嘅一啲感受啊、感覺啊、心情有關。咁嘅話，其實用抒發會比較恰當嘅。咁即係描寫啲乜啦，抒發啲咩感受啦。咁描寫一定係描寫番薯噶啦。咁所以我哋先寫咗先描寫番薯景物啊嘛，跟住加個的字啦。咁個的字就係跟住後邊就要講佢嘅特點啦。跟住就係抒發對乜嘢嘅乜嘢啦，咁呢個乜嘢就係個指向啦。前面嗰個對乜嘢就指向，即係佢對咩嘅咩先。譬如你開心，咁你係對乜嘢嘅開心？你對拎到高分嘅開心，你對達到自己目標嘅開心，有好多開心噶嘛。開心我哋可以指向好多事件、好多目標嘅，咁咪指向啲咩？然之後感受係啲咩啦？咁我哋首先咧，我哋先望一望翻上邊個，睇翻咧描寫番薯嘅乜嘢特點先。咁番薯特點係啲乜咧？15、16、17。嗱16咧，佢好明顯講嘅番薯係最強悍嘅。17咧，佢就係話咧番薯花咧係卑微依託着土地啊，好像湊着泥土嘅芳香啊。跟住父親就話啦：其實咧，鄉間最卑賤嘅菜咧係逃難嘅時候先食㗎，冇一種植物及得上番薯，佢由頭到腳都有用㗎。係啊，跟住15段就講啦，番薯能夠堅強嘅，不經由任何肥料及農藥咧就向四方生長啦，結成呢個豐碩嘅果實。咁我哋見到其實呢一度咧，好明顯佢寫咗兩樣嘢㗎。第一，佢寫咗咧，佢去邊度都開到花，所以呢一個咧，其實就係佢嘅生長嘅情況。第二啦，就係佢由頭到腳都有用啦，可以用嚟做逃難嘅糧食啦，所以係個用處咯。咁你可以寫描寫番薯嘅生長情況及用處咯。咁第一同學就話啦：唔係好困難喎，特點係咩？特點好簡單啫嘛，強悍，喺邊度都開到，卑微依着土地，由頭到腳都有用嘅。咁呢個好簡單，就應該係番薯嘅喺邊度都開到花，喺邊度都可以種到，所以佢個特點應該就係生命力強啦。咁有同學咧未必寫到，即係未必用呢啲文字寫到，佢可能用堅強啊、強悍，其實都係可以嘅。跟住我哋望望抒發對乜嘢嘅咩啦，對乜嘢指向嘅咩感受啦。咁個指向好明顯就係番薯啦，即係一定係對番薯嘅一個感受嚟㗎啦。咁佢成段呢4段都係講番薯。咁個感受係啲咩咧？個感受咧就係佢好明顯就應該出喺最尾呢一個啦，就係有邊個諗到啊？呢個係鄉間最卑賤嘅菜，最低嘅菜，喺逃難嘅時候先食，而呢個
咁卑賤嘅菜，竟然係由頭到腳都有用㗎。咁所以嗱，我哋第一樣嘢諗嘅係呢個感受應該係個心理嘅字眼啦，係個 adjective。第二，佢應該係一個正面嘅感受嚟嘅。咁我哋諗啦，正面嘅對番薯係感受，番薯好有用嘅，所以我哋對呢樣嘢應該係讚賞啦，或者欣賞啦，或者讚歎啦。總之，你只要展示到係一個讚好嘅一個感受咧就得㗎啦。咁有同學就寫深愛啊、熱愛啊，嗱呢個就唔通啊，因為深愛熱愛係愛啫嘛，係你係咯，你愛咯，你唔係話覺得佢好啊嘛。但係呢一度好明顯，作者係覺得番薯呢個特點好好啊嘛，所以應該係讚賞嘅意思，即係啦。咁另外咧，最後想補充多一樣嘢，雖然呢度做完，但補充多樣就係點解呢度係描寫啊？嗱，我哋見到咧16、17段咧，雖然咧佢都冇聚焦描寫番薯，佢用咗野草啦，同埋用咗牽牛花。但我哋要留意，其實用野草嗱，佢通過寫野草嘅特點突出番薯，咁呢個好明顯其實係一個間接嘅描寫嚟㗎。牽牛花都係㗎，通過寫牽牛花突出番薯，其實都係一個間接描寫特點嚟嘅。所以其實點解我話呢一度我哋要用翻描寫而唔係用記敘？第二就係大家同學咧都可以仔細諗一諗啊，如果我出一條側面描寫或者間接描寫，你又識唔識得答咧？咁呢個就係今日咧我哋做嘅段落大意同埋段子嘅分啦。咁希望大家呢度啱晒啦〜